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法国的空军2架战机，拜二咧特机飞行训练时阵，煞是烧龙载落，加在2个飞行员，抑阁有1个乘客，拢有成功逃生。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6架法国的巡逻兵阿尔法喷射机，本地是排做三角队形。不过咧，等越队形散开的时阵，后壁2架战机煞是熊熊烧龙，其中1架是设伫咧空军基地附近的民用仓库，随着火烧；那另外1架是设伫咧运河，加在2个飞行员，抑阁有1个乘客，拢有成功大赦逃生，医疗清楚送病院治疗。伫咧这地面上，嘛无人员伤亡。转来看咱国内消息，台中南屯今日中昼12点左右，有1个姓名的查甫人伫咧文心南路附近，也翕相的棍仔，抑阁有1个机仔攻击过路的民众，计共是有2个人受伤送病院，加载人平安。这警方赶到现场，是掠到米伫咧餐厅便所嫌犯。警方伫咧餐厅的便所发现1个姓名的查甫人米伫咧内底，随甲伊押出来逮捕。你的东西嘞？讲话啊！东西放哪里？警方是真惊心，因为这个嫌犯会讲攻击。2日中昼迄卡到，伊去文心南5路的一间加油站，甲1个民众问路，不过2个人煞起冤家，嫌犯就举自迄帮，甲对方攻击，双方全起卡动手，造成对方目睭受伤。了后，这个嫌犯离开现场，走去1个建筑工地，看到机啊全举起来，甲1个工地人员扑着伤，拢总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马路上也有打，这边也有打，这边先吵架，吵一吵就去那边打架。第一次进来我这里的时候是手上只有自拍棒，那第一个刚刚我说被攻击的那个也是他说被自拍棒攻击，第二次从我们这边跑过去，我就看到他手上有锯子这时候我也跑出去。后来这个嫌犯佫一概逃走，而且家己遐伫半路的，秘入去边餐厅的便所内底，了后去互警方抓到。因为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警方嘛甲伊介护送病院。这个伫街路共攻击的事件，嘛互在地民众是感觉真紧张。嫌犯是从文心南路的新复发建设那边一直砍过来。本案部分伤者已对孟贤提出伤害等告诉，待自毙孟贤警询后，依法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加在这2个受伤的人伤势无啥要紧，不过会甲这个甲因攻击姓名的查甫人提告。也若伊犯案的动机，警方当伫厘清当中。目前专案向强制罪、甲伤害罪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民众连署罢免，这河警官员煞是走去引导插队新婚，这检调长就去敲管府约谈11个人。民政处长明良真信后去互检方声检见，落尾法院是裁定50万交保，这检方就不服要提起控告。处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伫家庭的陪同离开法院，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防止控伫罢免连署案违法插队告知，互检方声押。日来法院开庭了后，裁定50万交保。谢谢大家小心。您会觉得有政治的介入或者是司法的打压吗？这个事件是伫2月份的时，后警警员上门插队罢免国民党不分期连署资料，引起疑虑。检方调查发现，明良真明知影罢免提起任命册签章的插队是花莲县选委会的款籍，县选委会并无委托后警机关插队，依法涉嫌超过法定职权，无经过机关授权插队告知。透过电脑系统查对罢免提议人名册、户籍资料的机会，于法定职权外，违法进行非户政机关职权的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查对，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重大。面对专案的侦办进度，花莲县政府已经无过将后警警员上门查对资料的证据，指向是中央选委会无清楚交接及教育，坚持相信当前未做非法的代志。我们相信全体同仁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第36条依法执行职务，也没有泄露个资或违反选罢法的情事。我们期盼司法机关能够尽速厘清真相，还同仁清白以及人身自由。部分机关甲保护团体希望检调会当调查清楚，还好花莲公民安全的连署空间。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查明清楚，然后厘清真相，那给花莲公
公民一个安全的联署空间。涉案的民政处副处长吴俊杰等6个人，检方下令30万至2万不等交保。针对民众真交保裁定，检方表示不服，会提控告目前也查考相关证物，各种被告手机监视，监视有人幕后指使，无排除向顶面追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网青刘真雅昨暝离开台湾，这网络伫咧香港，伊到中国福州，就随去互一阵挂嘴暗的人带走。另外，同款是因为鼓吹武统去互撤销移亲许可的网青小美甲文琪，伊便署嘛下令因3月31进行爱离境。伫出境通道头前，才毋敢甲亲人揽做伙。陆配细路网红雅雅自我暗时临时改变想法，坐飞机去中国福州，暗过离开台湾进前发表声明，点名内政部长刘世峰迫害侵权。部长松一口气嘛。我还在呼吸，我不针对个案在做任何的这个回应。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针对各界的批评跟指教，都会虚心受教，也会检讨改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一人也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手段欺凌两化婚姻团体，有违人伦，伤害天理。社群平台顶悬流传，雅雅出关了后，都被团团围掉了。有一阵挂嘴安的人接走，引起讨论。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并不意外。从我们多年的工作的实务经验来推敲、来判断，我只说非比寻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也许他个人的信仰、政治信仰非常坚定；第二个，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要蹭流量，能够获取利益；那第三个，也许有工作任务在身，让他们在台湾选择这么做，或者是这3者中都有，或者其一或其二。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亲像雅雅这种极端案例，真无正常，无排除牵涉统战任务。不过也强调，台湾有36万名陆配，唔通因为少数对其他人打标签或者是歧视。我更也关注，禁止鼓吹战争或者是武统言论，所以是不是应该制定专法？这个部分到底要专法，或者是立在刑法里面？我们会广泛的征收各界的意见，基于这个言论自由跟公共利益来做最好的一个决定。另外，因为共款宣传武统，做到撤销移亲许可陆配网红小美甲文琪，移民署公布爱伫31进前限期离境，安若无会依法执行强制出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内外又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头期先来看这北极文化总编辑复测是去互中国的国安单位关押2年。中国国台办今日公布复测是去互依照煽动分裂国家罪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个人的财产人民票5万。接落来看这新竹尖石乡苏马克斯产业道路5.5公里，今日早起是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工程车若像是咧转弯的时阵，并车载落70公尺深的山坎，车顶2个人落葬死亡。上尾来看这屏东的后壁湖，今日早起是有一只游艇载12个游客去七星岩畅水，所5个人失踪。这海巡甲救援协会赶紧出动救人，其中1个是家己收回去游艇，其他4个人海巡中到时阵嘛拢已经救到。提醒观众朋友，伫咧七星岩这搭海流是真强，民众若要去，装备一定要早好交装，嘛要有专业的人员陪伴。接落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出手倒桥乌克兰甲罗西亚停战，美国总统 Trump 讲已经有重大进展，双方是同意暂停攻击乌海船，嘛会禁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不过罗西亚迄边是要求讲要取消贸易制裁，才会当达成协议，这就引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不满。也若是乌克兰的百姓嘛唔相信讲罗西亚的停火，讲伊是需要更较侪武器来自保。地点就选伫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表达中立的沙烏地阿拉伯，由美国做中间人，则分别会晤乌克兰甲俄罗斯代表团，双方无直接见面，经由美国团这个谈判条件。美国讲第3天的调停结果，俄罗斯甲乌克兰同意暂停伫黑海攻击对方的船只，来确保航行安全，并且禁止两国互相袭击彼此的能源设施。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on 2 fronts, on both sections. We call them sections, but they're much more than that. Russia, Ukraine, and also the Middle East.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俄罗斯随后发表声明，讲美国已经同意协助恢复俄罗斯伫全世界农产品甲化肥出口、降低海上保险支出，并且放宽港口通行权、甲农业交易的支付系统权限。
也若为着达到这目的，俄罗斯的条件也有，希望美国世界图对农业银行也有其他甲食品、与产品有关的国际贸易、金融机构的制裁，并且收回伫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和拜登关注全球金融机构 SWIFT 制裁。这个条件达成了后，俄罗斯才同意黑海协议，而且禁止攻击能源设施。是对3月18开始算起的30天内，当年协议仍搁再延长，只是即要有一方面无遵守，另外一方面就会使退出协议。不过北京方面是无详细指出停火时间表。Зараз Москва щось там вимагає щодо зняття частини санкцій. Хоча 3 роки розповідає, що санкції їм нібито не страшні і навіть корисні. Але якщо не спрацює ще й ця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якщо росіяни не виконають умови сьогоднішні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і спробують знов тиснути на Америку, на Європу, на Україну, то відповідь, вважаю я, має бути одна. Точно нові санкції, точно більше тиску. 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讲白差，讲黑海停火协议原来是处决制裁解读，那莫斯科违背这承诺，乌克兰去找更加多军事的支持，正当行使自卫权。另外，华府讲美国议员的致力推动释放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政府，被孤立的民众也个被俄罗斯强制转移的乌克兰囡仔回国。因过乌克兰民众普遍无信任普京政府，批评伊是恐怖分子，也无相信的停火，所以乌克兰需要得到更加好的军事装备。公视新闻深入批编译。南韩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李在明，伊是牵涉违反选举法起互起诉。本地这1审是判1年的有期徒刑，不过今日2审宣判是并判该判无罪。照目前2审的结果，这李在明有原是有资格会当选总统。不过若是检方上诉3审该判有罪，伊就袂当去选。除了李在明，这几天温室外的单核案卖宣判，若是单核成立，就要照南韩的规定，60天内选出新总统。安尼在野党的李在明也面对真大。这站南韩的社会恐惊社会发生抗争。南韩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被控在竞选活动中讲白贼，违反公职选举法的上诉案，2审宣判，高院法官认定伊的言论无构成虚假陈述。推翻地方法院判刑1年、缓刑2年的1审判决，宣告无罪。李在明行出修拟高等法院对9号的媒体讲，感谢法院做出正确的裁决，正义甲真理得到胜利，也批评检察机关政治起诉，指责温室外政府为拍拼改善民生，而无用伫对杀家己。李在明随即到山南火灾区去视察，用行动来关心经济民生议题，随进入总统大选逼近的模式。这是南韩这礼拜3件政治大案接落去宣判第2案，结果更加牵动后续政断发展。因为总统温室外发动点名的戒严之乱，和国会弹劾案件也要宣判。宪法法庭若是裁定弹劾成立，60天内要举行总统大选。也若李在明是上可能代表共同民主党出马，也是台面上上有胜算的人。也毋过伊牵涉制裁法律的争议，包含城南市市长任内牵涉官商勾结的开发弊案，也有政治斗地事任内对企业施加压力，非法对北韩汇款800万块美金的案件。顶届总统大选期间，伊对这弊案详细的情形涉嫌讲白贼，被控违反公职选举法，而且定罪。那2审维持有罪原判。李在明就丧失国会议员的资格，也袂用参选下届总统。就算上诉到最高法院，伊还有真大变数。虽然检方也是可能上诉最高法院，不过成功率无悬。李在明的束缚已经解除一半咯。2022年总统大选，李在明以1点票数输予温室外，两人的政团生死斗延续到即阵。虽然一看几天了后，温室外的弹劾结果，不过无论是毋是成立，拢有真侪人无法接受，可能搁再引发街头抗争，造成混乱甚至冲突。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泰国的众议院议日是针对总理拜登丹发动无信任投票，反对党是批评这拜登丹就任了后能力不足，这内阁的运作阁去受到因老爸前总统戴克辛的影响。不过因为执政联盟的人较济，是顺利甲拜登丹保掉的。
泰国国会众议院26早起针对总理陪同等的无信任投票进行表决。泰国众议院目前有495名议员，26有487人出席，总计委以319票比161票7票弃权。好怪由在野党提出的无信任案，陪同等随后伫社群平台发文，感谢执政联盟的支持，可以顺利通过无信任案投票。今年2月初，泰国以人民党为首的在野联盟对执政党为泰党党魁，同时也是总理的陪同等领导的内阁发起无信任案，指控陪同等内阁欠效率、经济表现无好，同时佫受父亲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的影响。这是陪同等自2024年9月上台了后，头一摆面临无信任案。因为以为泰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有322人，大超过众议院的半数，所以外界原本就有期26个无信任案过关的几率无大。38岁陪同等是泰国上少年的总理，已经是讲目前的政府无受任何人的影响。75岁戴克辛表示，家己早已经退休，只提供建议。要办好家人，戴克辛捌担任泰国总理，因过因为利益冲突甲滥用权力互定罪，各方禁止担任公职，这使得伊自我流放15年。2023年回国，伫病院点6个月了后，得到假释。陪同等上台了后，泰国政府的经济措施由原无法度提振这个东南亚第2大经济体出现明显成长。泰国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5%，比这个地区其他国家落后真侪。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这几年，法国哪来哪关注台湾？最近伫咧法国的巴黎，嘛有民间团体要设罢免的联署站，主要就是要靠我台湾人，嘛互法国人知影台湾的政治情势。台湾自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2025年中央总预算以后，毋但国内后续有真侪讨论，亲像法国媒体《世界报》嘛特别针对中国威胁台湾国会刷台国防预算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嘛有报最近咱国总统热清地讲要恢复军事审判等等的议题，国际媒体关注台湾地缘政治，嘛互法国的台湾人积极为台湾发声。奥运，然后台湾有参加，然后其实是不能带台湾国旗的，当然就是觉得。台湾就是需要人民自己发起的自主运动，然后觉得政治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当然是真重要，因为咱若无去注意到政治，就人吃去啊，这么简单。最近国内各县市发起的第2阶段罢免联署，毋但英国、美国有民间的据点，伫咧法国巴黎，原来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站，未少知影消息的台湾民众拢专工来参与。法国台湾协会表示，最近这几年，毋但是防疫，也有科技的发展等等，嘛，互真侪法国人渐渐知影台湾。也那今年国会台预算的代志，毋但是美国真关心，就连法国伊嘛真关注台湾人的态度。法国台湾协会指出，法国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涉嫌污涉欧洲议会来影响欧盟政策等等的代志，法国民间渐渐看到中国的威胁，嘛连带愈关注台海议题。以前因较无这甲台湾交缠，是因为讲迄阵有中国的压力。即摆因慢慢一个觉醒吼，毋是干那听一方面的话，台湾嘛足重要的，所以即摆较愿意甲咱一个做交流，所以咱应该爱徛出来。协会表示，因伫正透过种种的民间交流，互法国人了解台湾人一直拢在抵抗中国的威胁，希望甲法国的台湾人靠起来，最近用无共活动推广台湾历史和文化，嘛互法国人通知影台湾的情势。记者卢尚珠、林飘凯，法国巴黎报道。坐伤久伤身体，法国一间中学最近就买20外台大房机，或者学生甲老师会当哪讨论功课，哪活动筋骨。同学坐伫电脑桌头前，哪讨论功课，脚也一直打无停。伫法国这间900人的中学，学校发现坐久对身体伤害真大，所以买20外台大班机，互来上课的学生有机会伸展一下筋骨。L'idée, elle est bien évidemment de lutter contre le fait qu'on soit tout le temps assis ou qu'on soit face à des écrans et du coup on sait que l'impact sur la santé est quand même important et puis aussi sur la manière de pouvoir se concentrer, donc du coup sur les apprentissages. 有学生表示，有人精力真好，大班会当活动筋骨，发射假出来精力，也有人证实大班真正会当较专心。Ça aide à la concentration parce qu'on joue pas avec on n'a pas autre chose à faire, on se concentre sur pédaler et sur le cours. 学校的行政人员因为工作爱长时间维持坐姿势，所以学校也开放因使用大班机，互全校同坐同一个。Et moi j'essaye à chaque fois que je viens ici de faire au moins une demi-heure par jour de vrai pédalage, c'est-à-dire que je travaille et je pédale en même temps.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坐久无振动可能会造成颈骨头、阿妈棍、甲脚头花酸痛，甚至心脏疾病等问题。比起找时间做激烈运动，也有真侪专家建议将简单无需要大量体力的运动融入生活，变做习惯。这种好好的做法，无定着就是上好的证明。公司新闻有派准备了。奥地利维也纳一间电影院对去年12月开始是推出编辑电影这个活动，邀请爱编辑的民众哪看电影哪车碰死，咱做伙来看。大荧幕伫咧放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不过大卡的观众除了用目睭看电影，手也拢真无形，大家拢伫咧车碰死。奥地利维也纳一间电影院自去年12月开始推出编辑电影的活动，真受欢迎。Ich stricke seit 2016 und Stricken ist immer so ein Randhobby gewesen und wenn plötzlich wird so, plötzlich sind es gerade so viele, die stricken und dann trifft man sich, weil sonst man trifft sich ja zum Stricken nicht so regelmäßig und dann ist es trotzdem gemeinsam schöner zu stricken. 放电影的时阵，电火无啥光，伫咧车碰死，或者是做其他手工艺品。这场组队的活动，一个月办一遍，每一遍拢起要甲180人来参加。活动发起人讲，新冠疫情期间，真侪人踮伫咧厝内开始车碰死，即马是有愈来愈侪人行出门，加共兴趣的人做阵车碰死。Also ich glaube, viele haben während Corona angefangen zu stricken und zu häkeln und haben das dann notgedrungen nur alleine zu Hause gemacht. Und ich glaube, deswegen wollen jetzt viele Leute das mit anderen Leuten machen. Und ich glaube, dass die Menschen sich freuen über den Austausch, also dass man sich auch Hilfe holen kann. 甲手内碰死比起来，电影敢若是较无重要，因为若车碰死，若甲朋友开讲，这是这项活动的真正目的。有参加的人讲，伊真爱若看电影，或者是若听 podcast， 若车碰死，所以来遮是袂歹的选择。Also das ist ein Pullover, die Ärmel kommen da auch noch. Das ist eine Anleitung aus dem Internet und ich finde die Wolle ist urfein. Genau, deswegen mache ich es und mir gefällt es. 编辑电影日的概念是由北欧国家开始，即马伫咧美国、德国等国家拢有同款的编辑之家活动，若放一寡经典的电影，若甲共兴趣的人做阵车碰死，做伙开讲。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